后来因为这个新冠病毒，台湾来封锁着边境，爱出国的台湾人关规半年的，总算是有机会来出国了。交通部观光局最近来规划旅游泡泡，就是甲防疫状况较好的国家来结名。这个入境甲回国拢免做14天的居家检疫。目前先来锁定着零确诊的太平洋的岛国帛琉，这个礼拜5就会甲指挥中心开会讨论。伫海中点帛琉甲中华民国国旗，大赛周润甘伫当地唱水味庆国庆，两国关系真好。台湾去年都15000人去遐佚佗，今年因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有影响，观光局甲帛琉政府嘛开会讨论要杀观光。推动都还要是以指挥中心他综合判断来做决定。就是讲要甲防疫状况较好的国家结名入境，转来国内免14天的检疫。因过民众都要先提出核酸检测是阴性的证明，团进团出，袂使自由行。指挥中心拜5开会才有度确定。伫真正开放前，只能伫国内算月底到台北国际旅游展有袂少饭店已经有动作啊。韩舍集团大房上济是2.2间，包费参观7节一摆，只要买一张就好，唔是像较早讲爱买几本的。开叉集团旗下9间饭店联合大房馆，平均一暝2000外。高铁假期嘛，甲君品酒店合作。大房加上8个往回票只要3000块。像旅展已经开跑大概1周多的时间，那其实目前的那个业绩成长是非常的迅速的。疫情影响，不管是饭店要创造国内游览的商机，也是想讲要安全出国去观光，这拢爱超前部署。